台中第5分局伫北场做助教的查某警察，甲学员训的影片抛上中国的影音平台抖音，对网友质疑讲，安尼生做会泄露到咱的机密，而且行政院也已经禁止公务人员使用抖音啊。警方表示讲，除了影片爱落架，照规定也爱行政处分。画面无语，警察和犯人相对射。所拄到的状况甲应变反应，即款的训练过程，伫警方的表场内底才看会到。毋过，煞人甲吸收影片，佮送去中国第影音平台 TikTok， 上后壁面有注明版权是警方所有。影片伫中国的影音平台公开，有真侪人去看。毋过，真侪民众质疑训练的过程甲场所乱安尼公开，可能会泄露秘密，也是治安不好。为什么？这好像就是比较机密的东西啊。你公务人员本来就应该要有自知之明啊！你要知道你是公务人员，你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对不对？而且他们又是执法的公务人员。拍影片的54岁女警是伫台中市第5分局做北场的助教，平时就真爱伫网络分享影音，伫警界有30几年的资历。网友质疑了，警方要求按影片落架，因为 TikTok 是行政院规范禁止公务人员使用的平台，卖甲这个女警做行政处分。该员将执行公务取得之摄录影音资料上传抖音，违反检察机关执勤使用微型摄影机及影音资料保存管理要点之不当行为，本分举除严正告诫、加强管考外，并严厉予以行政处分。这个女警嘛透过声明表示讲，拍影片只是要分享生活，未来嘛会更较顺利。若警方是表示讲，会加强要求员警遵守相关的规定，唔通损害到警界纪律甲形象。记者综合报道。